喂，香港嘅朋友，想唔想即刻逃離石屎森林？唔使搭飛機，1個半鐘直達歐洲小鎮。冇錯，就係惠州嘅五礦哈斯塔特。跟住我哋條片睇下點樣快過你放工返屋企。朝早飲完茶，西九龍高鐵唰一聲，1個半鐘頭直達惠州北站。高鐵站落車大約15分鐘嘅車程，即到奧地利風情小鎮，快過你同 Cathy 吹水嘅 Tea Time 啦。想慳返幾多？羅湖或者蓮塘口岸過關，轉乘大巴一樣咁 easy。深圳到項目車程約1個鐘，車費平過你食餐茶記啊！慳到嘅錢夠你買多件奧地利手信啦。自己揸車仲爽啊！經深圳灣、廣深沿江高速轉廣惠高速、惠博大道或者福田口岸、南平快速、水關高速、長深高速、惠博大道直落，預計2粒鐘直踩到項目。落馬洲過關嘅朋友踩多腳油門就到啦。2026年城際開通，未來直通西九龍，到時連高鐵錢都慳返。不過呢個秘密唔好話俾隔籬陳生知，等佢後悔唔早買。話咁快就到站，呢度冇擠逼冇壓力，得湖光山色同你嘆咖啡。香港嘅老友周末即興都得啦。廣惠生活圈而家就 join，有興趣即刻聯絡美聯中國預約睇樓。